像，我真正食袂落啊。哇，甲讲答案啦。袂啦，人这都等于互我收好掉啦。袂讲准煞。喂，这姐啊，暗时8点嘿，全家有地位啊哈。请问，人身躯顶悬拢有箍毛啊？啊，什么迄是什么毛哈？箍毛啊是什么毛咧？我知，这题我知。知。嘿，科模啊，这科模啊，伊的台语我若无放袂记，伊是讲幼门啊。系幼门啊，应该是有所以是皮肤顶悬的幼门啊。是。哦，确定，确定。确定。因拢确定啊。阿姊是对的。阿姊确定吗？阿姊。好，咱来看者，皮肤顶悬的幼门啊，对唔对？4分数，今日个加恭喜得到4000咯，赢回来。好，阿姨老师。咱这个抠门啊，其实华语叫汗毛嘛，吼，啊，其实是一寡拄发出来，尤其是迄囡仔，细汉囡仔嘿，只头壳遐才嘛有抠门啊。对，我食足济，啊，毋过伊拄食就无讲食咧，若食我足肯定身躯的。嘛有安尼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伊较大汉，若是讲家己大汉了后，就拢当下较少。啊，毋过一世人咱拢个头毛一直新陈代谢嘛，吼，拢一定足济，对，幼门啊，对，啊，谈拄啊迄个假人空食吼，还是假的空食，咱爱讲假的空毛，假人空毛，假人卡吗？谢谢老师。